这个中秋节白露这个卡刀，就是文旦油大出的时阵。这个油要安怎来白？手路是百款。来看台北的菜市这个头家白油顶功夫。中秋节民众拢会食油也毋过想到白油手地酸，手指头可以嫌白甲长。来，记者带你去菜市找白油的武林高手。阿伯，2刀就弄完柚子了，厉害厉害。这种是比较投机取巧。我是拢安尼下落去哈。这种上紧是？唔是这上方便的办法啦。头家真后白油容易会买来家里小撇步，成为油的巴肚中用刀撩一连，爱个你卖切掉叶肉，把油的头掰掉，再来摕汤匙将伊的果子肉挖出来，要将掰好的果子肉放去空内底，安尼就 OK。搁一招，把油的头尾拢切掉，摕刀将油的皮削掉，刷来尾巴肚边切做2块。边轻轻给撩一顺，搁给掰开，安尼果子肉就真好给掰落来。去掉头以后呢，划刀。别人下人嘛真熬掰油伊敢若用一支起线托就解决。牙线棒，你看你把它这个牙线棒这样插到里面有没有？然后划一道出来，这个皮就会很容易的撕开，有没有？看好用起线托给挖过去，油肉随看现现。这种若给学起来，中秋掰油就免个掰甲艰苦一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